歡迎大家收睇戀講馬，一個以戀愛嘅心態嚟評述馬匹嘅節目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嚟到呢個賽後點燈嚟啊！咁呢就賽馬嗰個全方位，咁佢就喺嗰個文匯嘅夜馬會啦，咁同埋佢拍檔。咁而家睇就係應該佢平均一個禮拜，即係可能係日賽咁，有時做直播咁樣出啲貼士。咁其實以為就好好嘅，誰不知啱啱嗰個即係啱啱今日咧，即係星期日嘅比賽，尤其是嗰個1600嘅比賽，佢貼咗幾隻嘅，算唔算登呢？大家諗一諗先啦。首先嗰個 Brian 你貼咗呢個粵進歡欣，其實今日羅冠全都全日都有手影嘅，同埋隻馬本身都黏地好。奈何就可能跑得比較前啊，所以都預計唔到，所以呢個可以做一個備忘馬先。至於美麗係方面，譬如美麗同享永遠美麗，其實就個人覺得應該暫時都唔好要住先啦，因為最旺最 fit 嘅時候都已經冇啦，不如就留意下佢比較新嗰啲馬，所以貼呢隻美麗同享就即係意想不到嚇。所以臨場都如果揀到嘅話，應該都食飛嘅，所以告東尼就睇下會唔會星期三啦嚇，星期三亦都有啲馬嘅。至於大家比較驚，其實標誌銀河啊，因為話登嘅話，其實哇，如果沿途睇其實真係冇位嘅喎，仲要俾直線力山攝咗佢個位。都好彩，潘頓都有打真邊，但係大家留意下臨尾潘頓打咗10幾20邊，其實直線力山冇佢打邊打得咁多，所以如果下次標誌銀河再出嘅話，其實要再諗一諗啊，因為真係會唔會打傷咗隻馬呢？大家要再考慮下。至於另外佢哋個拍檔又貼呢個禪聖輝煌，就本身黏地其實幾好，1600理論上佢都超晒。布文又騎得曳曳地，究竟係布文騎得唔好啊？叫做飛咗外邊啦，定係其實真係俾佢登咗呢？賽後報告話，因為佢同奧爾文嗰隻紅運嗰個碰撞嘅，會唔會有啲影響，所以帶咗出去呢？因為預計其實佢係應該擺前面嘅。值得講一講就係其實直線力山其實估到姚本輝今日都係有馬出嘅。其實3隻裡面，如果你叫我揀，其實我可能會揀陽光勇士不過估唔到直線力山有級數，同埋潘明輝今日都係騎得唔錯。直路上有空位，一望一衝，就攞咗個靚位，變咗標誌銀河呢，慢咗半拍啦。今次真係平榜本地騎師潘明輝騎贏潘頓。會唔會潘明輝係接呢個何澤堯嘅班呢？不妨大家喺留言區留言一下。總結咗呢個賽後點燈禮嘅話，除咗標誌銀河之後貼4隻就得1隻仲要2.1倍，仲要差啲俾你登。如果大家下次要買 Q 位置 Q 膽，就要考慮下啦。你當然你話4重彩雙膽標誌銀河搭超越歡欣都中嘅4重彩都係29萬但係咪2隻拖全餐呢？就下次當佢再有貼士嘅時候，大家再諗一諗啊。就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鍾意嘅條片大家 like 分享同埋 share。